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15章第6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水。最近教会建堂去了不少教会募款，也得到不少的同工兄姐们的支持提供义卖的物品，有些是奉献的，完全奉献，有些是需要成本购买的。但是很多的供应商听到教会是为了建堂，都还会再降低成本给我们。这样的众多的恩典当中，有一个产品得来不但是特别，它的产品也非常特别。4月30号，教会的松联大学举办那个户外教学，旅游的地点是宜兰的七兰山庄。在路程当中呢，游览车的小姐告诉我，他可不可以邀请一位售货员来车上贩售东西？他说他也是一个教会的人呢。后来这一位陈执事呢上车之后，我就认出了他。前年他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车子。陈执事所销售的是辣木茶，听说是很健康的茶饮。当他在车上兜售的时候，走到了游览车的后面，教会的义卖同工们就坐在后面最后一排。同工看见他卖东西，就告诉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们教会也在建堂义卖，可以帮我们吗？”结果呢，这个陈执事一口就答应要供应货源给教会作为义卖之用。除了辣木茶之外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产品后来牧师就查了网络的资料，竟然有一个佛教的团体为了推广辣木，他就引用的资料竟然是圣经出埃及记15章。他们主张说，摩西跟以色列人碰到的这个苦水的时候，所拿的那个木头让苦水变成甜的，这个木头就是辣木。上帝明白人们如果没有水喝的话，就无法生存。因此，当以色列人面对着苦水，没有好水可以喝的时候，上帝就用了方法让这个水变成为活水，可以变成饮用的水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水可以使人存活，也可以成为人的伤害。所谓的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。出埃及记15章第6节到1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你的右手有无比的大能，上主你能粉碎敌人，你无比的威严推翻了仇敌，你的怒气烧毁他们，像焚烧麦秸，你向海洋吹气，水就堆积，像墙壁竖立，海底变为干地。仇敌说，我们要追赶他们，抓住他们，我要瓜分他们的财富，随意抢夺，我要用刀枪毁灭他们。但是上主你只收一口气，吹一口气，埃及人就全部被淹没了。他们像铅沉没于深水中。上主在诸神当中有像你的吗？谁像你的神圣威严呢？谁像你行神迹奇事呢？上帝让红海分开了，
让以色列人能够通过。但是那些追赶以色列的埃及官兵们，则被海水给淹没了。记得，水是活的。圣经上说的活水，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展现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，渴了的人可以亲近我，就必要得到有活水从肚子里面来涌出来。耶稣基督向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喝我所赐的水的就不再渴。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说到活水的河流。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，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，人要是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。圣经上说，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。或者翻译成，人要是渴了就应该到我这里来，人要是信了就该过来喝。圣经上有说，有河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的他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圣灵的所说的。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。这个水是圣灵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象征，所以基督徒都应当要领受这个活水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美好而活的生命特质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么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。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他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饿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，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生命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灵的活水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属基督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要更加的谦卑，愿意跟主亲近，成为爱主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